Hello 大家好啊！今日介紹翻咧元朗新鴻基 Grand YOHO 鐵路上蓋加大型商場上蓋嘅兩房單位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睇。嗱，單位為兩房嘅520尺實積嚟嘅，咁帶大家睇下個景先。其實如果喺 Grand YOHO 嚟講咧，內園景咧係好少有放盤嘅。咁我哋呢度望翻內園景，加有啲見到山景位置咯。兩間房間啦，呢間其中一間。嗱，另外呢間咧望翻住客廳同一個方向嘅，見到佢仲保留住有窗台位置啦。咁另外啦，睇一睇個客廳主要個則先。廚房有窗嘅廁所。係啦，今日介紹嘅就係咁多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揾翻我元朗又新街分店，我叫阿 Bell。